好，来继续来看高雄有这个乡亲咧煮中昼饭咧滚汤，煮到一半去便所，常常听到嘣一声，赶紧冲转来灶口一个看，这个加速炉的路面迄块玻璃竟然变破去，这个玻璃是崩甲脆糊糊，真恐怖。好你佳在，当时人无伫现场逃过一劫。火切落用慢慢火豆豆炖汤，想到煮一个汤煮到加速炉爆炸。温度伤强大，这个产生热度哦，凉意啦。高雄这个牛先生讲，因太太去上家便所，无到3分钟就发生代志。嘣一声，嘣一声来看，就是这个炉啊炉面吼，迄个已经碎去。加速炉的玻璃炉台规个碎去，牛先生讲，家在因某无伫咧现场逃过一劫，是讲这炉台强化玻璃面板是安怎会变开？厂商派人来检查，讲问题出伫咧这块团热棒。讲这种团热棒唔免开大火，卖当真紧煮，关火卖当因为有烧度、有保温的效果，乃当省时间，卖当省加速。不过厂商煞无共伊看法。那个板子放在炉架上面，它的热没有办法完全让食材吸收的话，板子的温度会越来越高，那辐射热就会造成玻璃面板的局部温度太高，那因为热胀冷缩的关系就会破掉。针对厂商的讲法，物理老师讲，炉台顶放团热棒的物件，搁放火啊加烧，安尼较会有风险。因为节能板它把热对流呢都限缩在这个靠近下方，而不是上方的这个锅子上面，所以呢底下这个玻璃台面呢，它受到加热的部分一侧会比较热，热膨胀比较明显。另外一侧因为它厚度厚嘛，然后它又不是金属，导热又差，所以另外一边呢它受热就比较少，所以导致它这个热膨胀的情况不均匀，所以它是很容易爆裂。当时物理老师阁讲，放团热棒会因为炉台内底的空气无法度流通，增加易氧化碳的高度。灶骹内底若是通风歹，可能佫会煮物件煮到头壳咸，所以建议直接放伫咧加速炉加烧，效果上好。